讲到这前立法院长尤锡匡办公室的助理盛楚英，即摆红白讲伊是间谍，伊伫咧2019年的时阵去到中国读书，互吸收去，做这助理这6年期间呢，泄露到立法院的机密文件。检调认定讲这盛楚英违反着国安法，下令20万交保电子监控。要若这件代志逼出来了后呢，民进党也当咧进行全面的清查。将按外头的查甫人盛楚英，捌担任前立法院长尤锡堃的办公室助理，互人夜讲牵涉强调案，6年来向中共真侪届泄露立法院的机密文件，收几落百万。检调调查了后，认定盛楚英违反国安法，进前入令20万交保，采取电子监控。检调将后盛楚英2019年去中国读册，去互对方吸收做报马啊。国家伊较早伫立法院民进党团真熬交陪，伫真侪个立委办公室任职，包括尤锡堃、罗美玲、郭玉晴、柯志杰等人。尤锡堃伫册字表示，盛楚英2022年4月中告职，发现伊行为怪怪，较无1年都无过续聘。伊到尾也是担任罗美玲的助理。他在我办公室其实也只有几个月时间，我们也完全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异状。对，那我们目前还是整个都是状况外的。针对外界关心盛楚英敢有经手各方机密资料，罗美玲表示，伊敢若负责准备这份资料。民进党伫案件夜空了后进行全面清查，发现也是有立委的助理去澳门无通报，柯立杰证实是伊的前助理已经离职。针对本办同仁疑似赴澳泄密一事，办公室于日前发现其行为有异状，便已请其离职。若有违法，绝不宽待。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，那我们呼吁朝野所有政党应该要一起来支持相关法治的强化作业。针对立委助理强谍案，民进党表示支持司法侦办，呼吁调查强化台湾国安法制。不过，国民党批评强谍原来就伫本年时指控飞碟藏伫民进党的办公室。民进党一直在抓共谍，甚至不停地污指在野党的委员是通匪，是共匪立委，结果原来匪谍就在本能寺。知影化工检调爱查明泄露秘密严重程度，是不是有强犯结果？嘛要求总统赖清德对外说明。对这件代志，总统府回应无针对个案评论。不过任何人只要涉犯背弃国家、做出渗透还是通奸行为，拢应该用上严厉的制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